喺對泰坦尼克號沉船嘅調查中，研究人員留意到咗啲奇怪嘅現象。船頭喺海底竟然保存得出奇咁完整，但船尾呢？佢嚴重受損，距離前部2000尺。當然，鐵同鋼喺水下100年後會腐蝕，但如果兩端都屬於同一艘船並同時沉沒，點解佢哋睇落咁唔同？有啲專家而家認為，泰坦尼克號嗰晚唔止撞咗冰山，佢哋認為可能仲發生咗其他嘢，導致船尾損壞更加嚴重。但嗰會係乜嘢呢？喺今日嘅奇趣事實節目中，我哋會探討泰坦尼克號毀滅背後未解嘅謎團。1912年，泰坦尼克號的災難發生在漆黑之中，距離紐芬蘭海岸700公里處，船上共有2240名乘客，其中1500人沒有生還。這艘曾被稱為永不沉沒的船，慢慢消失在波濤之下，在自然的力量面前無能為力。只有少數人真正目睹了發生的一切，那些設法跳入冰冷大西洋的人，從撞上冰山到沉沒的最後時刻，一切只有那些拼命求生的人親眼目睹。第一艘救援船卡帕西亞號在泰坦尼克號沉沒1個半小時後抵達現場，幸運的是，他們收到了來自泰坦尼克號的緊急信號，否則那些在冰冷水中掙扎的人將無法生還，而這場悲劇可能會一直是個徹底的謎。一開始，調查人員完全不知道是什麼導致了這場災難，但後來幸存者透露船撞上了一座冰山，這一說法在現場得到了證實。有人發現一座冰山上仍有鐵達尼號的紅色油漆。隨着調查繼續，一個更清晰的畫面浮現出來，冰山在船的右側撕開了一個300英尺長的巨大裂口，那幾乎是鐵達尼號全長的1/3，完全被撕裂。另一方面，目擊者說鐵達尼號花了將近2個半小時才沉沒，但調查人員認為，如果冰山真的在船上撕開了300英尺的裂口，鐵達尼號應該是幾分鐘內而不是幾小時內就沉沒了。但在那時，沒有人知道真正的真相。為了弄清真相，他們必須找到沉船的確切位置。尋找鐵達尼號的過程持續了很多年，隨住時間過去，謎團變得更加深。用咗73年，但泰坦尼克號殘骸終於被發現，係時候揾返呢艘船留低嘅所有問題答案。艘船靜靜咁瞓喺黑漆漆嘅大西洋海底4000米，發動咗幾次探險，影低無數沉船嘅相片。海洋探險家保羅、亨利、納爾喬來去過殘骸30次以上，但好驚訝嘅係，佢從來冇發現過300尺長嘅裂痕。但喺呢張泰坦尼克號側面相入面，有30尺嘅部分好突出，暗示可能被撞過。嗰個位只係11平方尺，但根據專家計算，水會以每秒370加侖湧入，照嗰個速度，要大約2個半鐘頭先至會完全浸滿艘船。而且根據目擊者所講，呢個就係泰坦尼克號沉冧所用嘅時間。所以有一個謎團解開咗，泰坦尼克號冇300尺嘅大裂縫，只係有30尺嘅裂痕。但係呢個唔係唯一嘅謎團，仲有更多嘢要揭開。咁係咩原因導致兩部分之間出現巨大嘅斷裂呢？為咗揾答案，佢哋用咗先進嘅聲納掃描技術，遙控潛水器影咗幾百萬張沉船遺址嘅相片。嗰啲圖像用電腦圖像技術整合起嚟，建立咗一個3維模型。嗰個模型展示咗普通相機或者人類喺嗰個深度無法睇到嘅細節。根據3維模型，399尺嘅船尾好似甲板互相接埋一齊，好似艘船係用紙整嘅，而唔係鋼鐵。船嘅碎片已經散開，散落喺海底，只係剩低2個巨型引擎，每個大過一間屋，仲連住一齊。但係模型入面仲有一個重要細節被隱藏住。110年前，船尾猛撞落海底，留低嘅傷痕到今日仲見到。呢啲痕跡只可以喺3維模型度見到，顯示船尾撞擊時逆時針咁旋轉。根據呢啲痕跡，科學家推斷船尾以每小時80公里嘅驚人速度沉落去。當船尾以嗰種速度沉落去時，水嘅力量撕開咗鬆散嘅部分。當佢猛撞落去4公里深嘅海底時，所有甲板都互相塌陷。另一方面，船頭部分有流體力學設計，用嚟順滑咁切開水面，就好似一隻船向前行時切開水面咁。就係因為咁，所以船頭唔似船尾咁轉動，
水壓亦唔能夠用同一方式直接衝擊佢。終於，110年前鐵達尼號沉沒嘅又一個謎團被揭曉，但係仲有一個重要問題：條船到底幾時斷開兩截？你可能知，有目擊者報告話條船斷開咗。多年嚟，人哋一直認為鐵達尼號沉落之前就已經斷開咗，呢個部分係真，但唔係全部嘅事實。首先，船頭入滿水沉落水底，令成條船嘅重量壓晒落去船尾，船中間頂唔順咁大重量，結果斷咗兩截。但係聲納掃描出嚟嘅三維模型就講咗一個唔同嘅故事。喺鐵達尼號入面，無數物品散落喺海底，好似咖啡杯、餐碟、吊燈、甲板長椅同埋私人嘢，有90%嘅物件喺船尾度揾到，超過1萬件散喺大概3.2平方公里嘅範圍內。如果呢啲殘骸係由漂浮喺水面嘅船頭嚟嘅，呢啲物件會散落喺更大範圍，好似你喺呢個動畫見到咁。專家而家認為呢部分船其實喺接近水面嗰陣斷咗，並且喺撞到海底之前同船頭分開。當佢旋轉同改變方向嗰陣，跌咗喺2000尺以外。今日 RMS 鐵達尼號差唔多完全毀咗。科學家認為深海氧氣好低，所以腐蝕得好慢。但係受樣本顯示，氧氣仲係令細菌生長。照呢個速度，專家話船嘅甲板未來幾年會互相塌陷。鐵達尼號最終會永遠失去原本嘅形狀。我哋希望你中意呢集奇妙事實，請喺下面留言話俾我哋知你嘅諗法。如果你中意，就分享啦，唔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，睇更多精彩影片。多謝收睇呢條片。